要好多謝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同埋啟基學校嘅邀請啦。咁以戲劇培養幸福兒童呢個題目，放喺任何時代、任何文化都係有意義嘅。我要培養兒童入劇院，去培養咗呢個興趣先。原來喺課堂裏邊戲劇都可以 ，it's really fun， 係咪好開心？咁如果佢咁開心學習，咁佢就算攞高分嗰方面都冇咁辛苦。戲劇改變咗我一生咩？我能夠咁表達，我有自信，我有美感，我識欣賞，我中意靚嘅嘢。咁呢啲呢，我中學先得到喎。咁我要咧將我得到嘅嘢早啲俾嗰啲同學，所以就喺啟基咧開始發芽生長。戲劇係一個好好嘅工具，可以俾到年青人或者俾到小朋友嘅，其實係你去認識個世界多少少啦。而呢個幸福感係在於佢哋嘅期望管理，即係佢哋嗰個期望管理係佢哋對於呢個世界嘅認知有幾多呢？戲劇唔單止係帶俾小朋友幸福，直情係全個家庭嘅幸福。香港兒童文藝協會咧係同香港人一齊成長，所以係屬於大家嘅。咁我哋就係咧繼續咧會辦多啲呢一類型嘅講座嘅。下一次可能總之同文藝有關嘅，所有藝術文學元素嘅都可以培育幸福兒童嘅。